痛的程度是大概怎么样？连弯都不能弯。痛的程度大概是，你想象一下你，要下楼梯，下楼梯大概做这个弯曲的时候，你会突然没力，然后很酸，就可能会摔倒。这位体格壮硕，一看就知道是体育人的邱姓健身教练。其实，在不久前，他的膝关节软骨因为运动伤害，连正常上下楼梯都是一大问题，让他一度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此断送。膝盖去撞击，然后撞击以后发现，好像不太舒服，然后中间然后当天打完球要上楼梯回家的时候，发现使不上力。隔天就赶快来医院就诊，这样子。积极的休息与服药，邱教练的膝关节肿胀与疼痛还是未见改善。最后来到安南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张伯群的门诊，透过核磁共振检查，发现深达1.1公分的软骨病灶。经过讨论，决定采用一次性膝关节镜软骨术进行治疗。除了软骨受损之外，它在硬骨层有形成一个囊肿，所以那个病灶比较深啊。所以后来我们就选一个比较适当的方式来做治疗，刚好我们这个一次性的软骨的移植植入非常适合他，所以我们就找一天他比较可以休息的空档然后我们就安排这个关节镜我们帮他把软骨取一点点出来，做个酵素的处理之后再把这一块的植入物把它放进那个缺损里面。这个伤口大概2个小伤口了，1公分的小伤口，大概2周拆线，拆线之后他陆陆续续回诊，做复健跟训练，目前恢复还不错。手术后，邱教练立即展开复健，在术后2个月，邱教练可以开始做深蹲的动作，且未感到疼痛。他本身就是运动专业的所以他知道怎么去接着后面的训练怎么复健他都很在行啦，所以他等于是个活教材啦，所以刚好有这个机会请他来来跟大家讲解一下让民众可以知道说，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从运动保护自己，然后再来是怎么样就医怎么样治疗。张伯群主任表示，膝关节软骨受损及退化是相当棘手的问题，也是骨科学界致力突破和解决的课题。因为软骨再生能力较其他组织弱，病灶也有可能反复使用而扩大或恶化。如何及时且有效治疗，阻断病灶进展更是至关重要。张主任也呼吁，任何蹲跳运动都要考虑自身体能条件以及是否经过适当的训练，建议由合格专业人士引导，可避免关节或韧带软骨伤害。记者张寿维采访报道。